兄弟姊妹，第一场的礼拜特别开始，咱请安静咱的心，张啊。诗篇安尼写讲：我的心神啊，你着学到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你是至大。你用尊严威严做衫来穿，你穿光明，亲像外衫；天开天，亲像帐篷。伊伫水中安置伊路过的虫儿，用云做伊的车，用风的翼来行，用风做伊的使者，用焰火做伊的炊用。将地的底放伫伊的地基顶，互伊永远无摇颤。圣诗19首，非常请起立。
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岁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搭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我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是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要来启用31篇1055首，我来启恁的吟。厝体若毋是上主起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志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所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这声敬畏上主的人，一直遮尔福气。愿上主对世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咱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感谢你所有的创造一切，天地的强抢，有日有暝，有四季，有日日。这个宇宙是照着你的大权能的智慧，来予人类来徛起。现在我嘛要为着2021年第一个原住民宣告主日来感谢阿乐圣父圣子圣神，每一日的看顾保守引带。复兴原住民伫逐所在来服侍你，借着你的创造，互因的稳事精神尽力尽意来服侍你，互芳远扩大的心田来起造恢复，用主的疼来建立家己。虽然伫即个新年假日，阮嘛要依然用敬虔的心、敬信的心来寻求你，用祈祷静静听候你的声。你遮。伫即个大家庭当中，虽然兄弟身体有软弱，拄着艰苦，求主施阮的手画伫因的身躯，因为因知影主你的名，因为因专心要来倚靠你，伫患难当中呼求主你的名，你着要来拯救伊，互伊尊贵，互伊来长岁寿。因看见你的救恩，嘛要甲所有的荣耀来归互你，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祷，阿门。咱来报告。本会社是第一个主日，为着总会所定的原住民宣告事工来奉献主日，敬请兄弟为着这事工来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本会定于2月21日上午9点来举行2021年的定期好会。迄礼拜，敢有一场的礼拜吼，敬请兄弟来注意，会后有提供请示。迄天也无法度出席的人，请往办公室来请假。咱2月21日，咱的主堂咱也坐袂落，会使来去副堂吼来坐吼。那咱的在职的会员在职的会员，也是无在职的会员，拢伫公布伫广告栏。咱请兄弟吼
注意后老高也是有错误的，咱请配分甲干事来报告一下。那2月21日的举行，下昼的5点半要来举行释放者的勉励餐会，地点是伫富苑喜宴会馆，伫博爱路博爱3路啦吼。咱请兄弟吼，也毋知会使用 Google 还是问兄弟一下吼。第3项，定于2月18日，咱的要来开小会会员，小会议室来召开小会啦吼，敬请小会员来出席。第4，下主日2月21日的定期好会，因为油厂国小要全面消毒，咱兄弟有尽量会使骑奥多摆，阵无方便要开车的吼，咱就联合医院还是公有的停车场，拢会使来停，毋过爱家己来缴费。第5，中执会的消息，本会伫本主日接受190年上学期伊的奖学金，咱加28日来查证吼，咱也要看详细的来看第8页甲第9页。第6，春节的假期2月11日，吼，办公室要伫拜三较有上班吼，请兄弟来注意。第7，全人更新营3月初5甲3月初6。吼，咱要来伫敬拜中心来举办，对象是已经设立了的会员吼。报名到2月28日查址，吼，请办公室来报名并缴费500块。具体消息，合作社嘛要伫拜三吼较有来上班吼，请兄弟来注意。第3，助学贷款零利率吼，会使开始来申请啊吼，到2月咱也有意愿的吼，要来申请这助学贷款的吼，咱来合作社来办理。咱交界消息，咱也请潘牧师。家己教会因庆祝是到65周年吼，有举办圣经经有比赛。所以请咱若是有兴趣的兄弟来办公室内底来报名吼。讲真，你落教会伫2月28日下晡3点，爱庆祝100周年110周年吼。要参加的迄个兄弟，请伫2月22进前爱报名，然后咱会家己去吼。第3点就是伫咱高寿中教社部定伫28下晡7点半吼，举办228的纪念礼拜。地点伫安心教会，若是有意愿有兴趣要参加的兄弟，请办公室来报名。第4点是高雄中的妇女事工部，定伫3月13拜六早起9点半到12点吼，有妇女世界公道日吼。地点伫主管教会，费用是100块。若是有兴趣参加的姊妹，请咱的即个队长来报名参加。以上。今仔所分享的圣经在是耶利米哀歌3章23节。8月日906页，台语是910页。和合版是964页，我来读。主的灵主，逐早起换心，你的信息极其看大。我的心讲，耶和华是我的山基业，因为安尼我要来望伊，紧来听候耶和华找求伊的，伊要施恩互伊。望耶和华的拯救，静静听候，这是好。人少年的时背伊的担，这是好。赞美，咱请上联圣歌队。
真好听，耶和华的听永远袂离开咱吼。讲到咱来请潘牧师负担，互你敬重。你兄弟平安，感谢主伫新年初三的时阵，来咱搁一届来教会，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咱先三甲暗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届来到圣殿领受你的话语恩典。愿主你伫新的一年，互阮真侪兄弟伊要出去，是讲家族的即个旅游，还是讲伫聚会当中，让上帝所享受的健康、平安，甲上帝所享受的喜乐，充满伫我的当中。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有对即个外地倒来的兄弟无？因为昨是初二吼，佫有足侪查某囝倒来高雄，但是讲转去伊家己的即个厝吼，有对外地倒来的无？倒来有野手食好无？无吗？啊是拢转去还袂转来？无人转来咱油厂哦，无人转来遮做查某囝菜哦。有啦，后壁迄个吼，来欢迎你转来，你对倒位转来？你啦，搁看别人。好，是。所以讲，转去厝里拢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就是讲，咱若是大概要转去的时阵，就是讲，妈妈拢会准备足济吼，知影讲查某囝嫁出去，若是嫁早前吼，若是嫁到较远的所在，咱就会妈妈拢会备办足济物件，讲准备要互查某囝早转去，吼所以讲伫客语吼讲全尾嫁吼，意思讲转去台语看，转外家，对，是，多谢，转外家吼，所以讲毋但是妈妈准备查某囝若要转去的时阵，初二要转去的时阵，拢会备办足济礼物，摕转去互因就是摕转去互妈妈安尼啊。细汉时阵我若转去，甲阮妈妈转去外家的时阵，妈妈拢会备办足济礼物。因为我是查甫囝，我拢爱摕足济，我爱摕足济礼物转去。你若想讲安尼已经结束啊嘛？无啦，摕足重去阿嬷兜，摕更加重的物件转去家己厝呢。以前佫车佫无方便，又佫寒的，行路行足久。所以吼，伫细汉时阵，就是我著定会赶重的物件，
然后行足久，结果我的骹就短，因为短了袂长安尼。所以讲就是讲，就是咱今日讲看到的经文，就是讲，你若是有地动，还是讲有负担，会互伊，会互你的身体会当勇健，会当互你勇健。哎，牧师哪有可能？其实是安尼啦。你若是地动伤重，还是讲长期是压力吼，会拢受伤。受伤。有一摆伫暗时仔入去的时阵，看到一个先生吼。伊是送迄个 7-11的货运，伊送的物件足济，然后伊要搬回时阵，落个涂骹，规涂骹拢芳安尼，然后我就紧帮伊倒去。我看到即个先生吼，伊头前足白，敢若阿公啊，伊吼弯腰的时阵是要捡物件的时阵，我会听到伊骨头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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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搁遮打酸痛腰部，遮嘛打遐嘛痛。打规身躯打酸痛腰部，若较我滚伊的时阵规身躯拢是酸痛腰部的味啊。然后伊是到11点外，看到伊讲哇，真阿公，伊看起来伊迄头前就袂敢若阿公共款阿公，你真正有够拼的，规身躯安尼酸痛了，你搁咧拼。要过年前搁咧拼这，我驶这车已经驶5冬啊。原本是真艰苦，袂惯势，但是为着厝面，搁有囡仔要读册，所以讲我就是拼，甲伊拼安尼啊。我讲你真无简单，你有几个囡仔？2个啊。我讲偌大啊，拢娶某也袂，袂啦，一个国中，一个高中啊。你较慢结婚咯？无啊，哪有啥物较慢结婚？我67年厝的咯。啥？我嘛67年厝的，我共叫阿公。落尾发就敢若讲伊所拍的，伊所磨的遐个火，遐重量毋若是伊所磨的双手咧磨即个重量咋？伊所磨的是即间厝的即个重量啦，即间厝的重量啦。然后伊磨过以后，伊的手受伤，伊的规身躯的骨头拢受伤，就姿势毋对啊，所以我才会受伤啊。就是伤拼过头才会受伤。但是你若是拄好的即个重担，你若是拄好的即个重量，你若是拄好，绝对会互你的身体健康勇健起来。拄好就好。所以讲重量讲咱讲即个重量，牧师有讲若是背重担的人来我遮啦，我要互你得到轻松我讲用较口语的话来去讲，耶稣就讲即句嘛，有嘛？对，若是路苦背重担的人，会当到遮来，会到我遮来，会当到我遮来。因为这是重担嘛，重担是啥物？你的体重啊，对无？这是你的体重，对无？你排这行的时阵，你是毋是行久啊？你的身体健康出问题，对无？这牵度，莫笑咯！我著讲真诶，过年的时阵食伤济无？你著我想食伤济，腹肚胀。然后你就想安尼胀到初5，落尾看，奇怪，我腹肚哪袂消？这就变做你健康的重担，敢毋是？你若是要消这牵度的时阵，你就爱有重量，爱地重，所以就爱开始摕。我有咧运动啦所以我有咧摕迄个哑铃咧行的时阵，摕哑铃咧行，嘛是有重量啊，嘛是有地重啊。就是讲，安尼行敢会较瘦？会啦，绝对会较瘦，因为迄个重量就互你的即个肌肉会当增加嘛。然后你哪行哪紧的时阵，你讲换搁较重的时阵，你的即个骹嘛有力，你的手嘛有力，然后你休困煞以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腹肚愈来愈消。
上落尾，你会感觉讲哇，即个重量吼，就是讲你手中所提迄个重量，迄个重量，互你愈来愈健康。迄意思啥物？人是咱愿意来去行上帝道路的时阵，你来服侍的时阵，你的灵命会愈来愈好。若是你愿意献身伫教会当中的时阵，你甲人的关系会愈来愈好。若是你愿意来去来教会来去背即个耶稣基督的重担传福音的即个责任的时阵，你甲你家己的关系会愈来愈好。所以咱的阿娘会长老常常咧甲我分享，就是咱招小弟长老，我讲因为做幸福小组，因为去传福音，上帝来改变伊家庭的关系。哇，这是真的。当咱去外口去传福音的时阵，我常常听到杨师傅牧师咧讲会当甲我讲话遐个同工，拢是去传福音，然后因的生命改变。所以伊甲我讲话的时阵，伊绝对是会当去控制伊家己的情绪，伊绝对是讲出来的话，拢是有智慧的话语。落尾我就想讲，无毋对呢，要传福音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毋若是咧头壳内面爱有对圣经的话语，你的嘴会当正确去表达，你的心爱有感动，你的手爱有行动，你的骹嘛爱行有振动。然后人才有可能咯，我是讲有可能来信耶稣，敢毋是？对嘛？所以人所看的，拢看见见证，毋是讲一直听你一支嘴一直念，来哦来哦信耶稣，来哦来哦信耶稣，来哦来哦信耶稣。我伫门口口，若喊100声、1000声、10000声，你感觉落尾有人来信耶稣吗？无，我会互警察抓去。来哦来哦，来哦，信耶稣真好，但是人就无感受啊，敢毋是？所以你爱背迄个重担，你就是爱有即个服侍即款的重担，你的生命才有可能改变。你的生命才有可能改变。你若是要健康，你开始你就爱做寡地当啊。你若要健康，你开始就爱有即个开始有即个计划，爱有习惯啊。所以伫今仔经文内面讲，人伫咧细汉的时阵，会当排即个重担是好的，是安怎讲是好的？因为因有做研究讲，当即只马伫细汉的时阵，你着训练伊会当载人吼，会当走吼，安尼伊着学习，伊着习惯会当载人来走。牛伫细汉时学习犁田。然后伊大汉，伊就会晓犁田。较大汉的，讲已经大汉，伊无犁田的习惯的时阵，你要甲教拢真困难。意思是讲啥物？咱就爱有计划，爱有习惯。为虾米咱的计划、咱习惯会失败？就是因为咱的计划、咱的习惯拢做了伤悬、伤大，滴到家己拢做袂到。大概我拢讲好啊，我即马要伏地挺身100个，但是敢有可能1摆做袂到？你做甲家己的手，做甲10个，你的手就皮皮喘，然后就开始痛。然后你大概想着讲，哇，要搁要来运动啊，哇，你就心内就真讲讲，不要紧啦，明仔载，明仔载，明仔载。但是你若是定的目标是1天2个，哇，我即马要来做运动做2个伏地挺身就好啊，2个刷讲，敢若会当做甲5个哦，搁继续。安尼5个，搁敢若会当做个7个、8个、10个，慢慢甲增加嘛。所以讲，耶利米哀歌内面所讲的，即条歌内面所讲的，意思是讲，咱开始来学习有计划，然后是对一点开始，一点开始，开始咱的生命改变的计划。有人有会友可能会有疑问讲。牧师啊，你伫过年的时阵选即个经文呢，是耶利米即哀伤咧唱歌，且哀伤咧唱歌的时阵，原文内面伊拢是讲啥物？哪会安尼？头一句，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咱拢知影讲，即个上爱哭的先知就是耶利米，爱哭爱流目屎的先知。伊伫细汉的时阵受到上帝所敬调，叫伊讲你爱出来
传我的话语。伊惊到要害第一章，卖啦，我阁少年啦，卖啦，我口才无好，卖安尼啦。然后上帝就强迫伊去传扬上帝的话语。结果伊所看见、伊所听见的，拢是互人所心内所伤心的代志。伊看到伊的国家已经要渐渐要灭亡，伊看到即侪人咧犯罪得失上帝，伊看到即侪人咧因为即个战争来死来离开，有人受掠，然后伊的心真艰苦，伊定定着咧讲悔改的信息。落尾伊做即个亚利哀歌的时阵，即条歌是唱互啥物人听？即条歌是唱互看到遐个同胞互掠走，也是讲伫战争当中失去性命，结果活落来人，遐个人搁咧慢慢行，敢若无伊的代志，安尼无要无紧的人，伊所唱出来歌讲，你哪会无感觉呢？你哪会无感受？伫遮黑暗的时期，咱的国家伫要无去啊！咱的亲人朋友，咱的兄弟倒伫咧旷野当中，倒伫咧战场当中，咱的国家伫要无去啊！天哪会拢无感觉呢？所以讲，伫即个耶利米即条哀歌，即个歌吼真短。到第3章的时候，就讲啊，牧师。过年的时阵吼，是听这敢若怪怪呢，吼是怪怪，但是咱看今日的经文，充满五望啊！突然间就浮出来讲，充满五望啊！逐早起拢是新的，逐早起拢是新的。所以咱来看今仔的经文是伫即个苦难当中、黑暗当中来充满五望。耶稣基督伫上歹的年代来出世，是要互人带来五望。这五望毋是我靠世界，是对上帝遐来五望。所以咱最近早倒的时阵咧读到马太福音，读到讲2摆耶稣八饼，一摆互5000个人食饱，一摆是互7000个人食饱的。迄拢是伫无可能的状况之下，耶稣来行神业。救人的命，互人人生有气力。毋但是听耶稣的道理，因摇巴肚，摇到要害转去。早前，伫耶稣的时代的时阵，你伫旷野咧行路是真危险呢。你巴肚枵的时阵，哪行哪枵，嘴焦巴肚枵。你想讲伫像咱即马阁有柑仔店会当买物件吗？无啦。啊，像行几步啊，路途有即个会当去买一粒饮料，无啦。你伫旷野咧行路的时阵，巴肚枵，哪行哪枵，哪行哪枵，你可能就枵甲无法度挡甲你厝里，你就昏倒。因为因伫旷野咧行，耶稣伫旷野咧教神的时阵，所以学生就问耶稣讲：啊，耶稣啊，哦，遮济人要互食饭要安怎？日头要落山，要落山咯。拜托的，互因去附近家己找物件食。耶稣只有讲恁互因食尔，落尾就用饼，因所一摕即个饼，八饼，互遮个人食饱。伊伫八饼的时阵，就是互人会当感受到讲，伫黑暗的时阵，伫咧巴肚枵的时阵，我毋若是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我伫上黑暗的时代，我会当有五望利益。我的巴肚会当食饱，我会当有气力，会当转去厝里，然后我会当去搁去传扬我伫耶稣基督啥所听到的道理，去甲所有人来讲。所以耶稣伫上黑暗的时阵毋来出世，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五望，是为着要互人来得到五望。但是有时咱对耶稣的咱对上帝的信任啊，一点点啊。敢若靠会牢，还是佫靠无牢，靠袂牢。所以讲信靠是啥物意思？信心是啥物意思？就是像咱咧坐椅仔共款，无说讲少侪解。你坐椅仔的时阵，你若是上轻松的方式，就是坐落你会当，靠即个我靠即个椅仔，会当共所有的重量放伫即个椅仔顶面嘛？敢毋是？
但是即个椅仔若是无在的时阵，你毋是死坐落，就搁会徛起来对无？哎呦，这椅仔敢会放去？呵呵，我想恁无即个经验对无？我有呢，我坐椅仔行，椅仔会放去呢。我即个坐塑胶椅仔无？塑胶椅仔迄品质无介好，我坐咧塑胶椅仔拍起来，别开呢。啊，结果我讲哇，啊，解我就知影袂当坐塑胶椅仔，即个我坐铁的喎，人办桌迄铁圆的坐落哇变形呢。我讲以前啦，毋是即马。哈，牧师啊，你迄椅仔拢互你破坏去，无咱呢这椅仔我试过啊，就用。我所坐的所在还袂害去，所以请大家放心。所以咱倚靠是啥物？就是你会当坐咧，将你生命当中的重量放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倚靠，然后你会当安心。但是足侪兄弟，伊咧坐椅仔的时阵，伊咧信耶稣的时阵，没信啊，无信共款坐，我敢若靠袂牢，搁徛起来，坐咧，体咧，敢若会放，哦，搁徛起来，信耶稣信到足忝。但是伫耶利米书内面讲，重担互你会当勇行，毋若是讲你歹重担，你摕物件以后，你坐落来，你会当将你的重担，所有的重担会当放伫即个椅仔顶，放伫即个椅仔顶。讲坐火车的时阵，物件啊摕，伊安尼摕对高雄摕到台北，你的手会酸无？会。但是你有椅仔好坐的时阵，你是毋是会当轻松？重担无改变嘛，重量无改变，但是你坐的时阵，你就较轻松。为什么？重量互椅仔去分担去啊。咱有时咱拢家己要做主，知无？咱有时拢家己要足够的，拢假够的。我一摆参加互一个假够的迄个老人害死，我真正有够危险。迄个老人真厉害，伊吼不是吼，因兜有足侪药啊，拢迄个药落啊，吼，恁敢若去看医生就有啊嘛，胃痛、感冒、头壳痛，一个落啊，吼，骹痛、筋骨酸痛，哦，我去因兜探访伊时阵，伊迄肚啊内面。满拢是伊看医生的即个药落啊伫遐。我有一摆去我就讲哦，我惊了胃痛，胃咧痛，你小等咧。我想讲啊，不要紧啊，胃痛然后了甲食药，伊的药啊，3粒。这吼，我甲介绍哦，这止痛的，这是胃的啦，这帮助消化的。3粒加落，食落以后开始流清汗呀。感觉毋对，你互我食啥物哦？袂要紧啦，迄互你放互较轻松诶。你流清汗，好，袂要紧，小等者。这吼帮真哦，可能是你诶体内循环较无好，来这你食啊我心，我食落我心跳噗噗跳，讲吼心跳噗噗，可能我来食心脏咧。了。感觉毋对哦，家庭礼拜的时阵，我咧讲道的时阵，哪行哪皮皮喘，哪讲哪皮皮喘。我咧摕我的工厂的时阵，我的手徛起来讲嘛。然后伫庄骹家庭礼拜的时阵，人足济，然后搁即个伫庄骹的时阵，大家我咧听我讲道的时阵，手咧皮皮喘。伊讲你会寒呢？对，我会寒。搁一粒。哎呦，哦！我毋知安怎讲到煞，落尾我就因伫庄骹嘛，就若是讲话家庭礼拜煞，拢会做伙食饭啊。其实拢食饱的咋？家庭礼拜拢是8点，你食饱去，然后家庭礼拜煞，然后9点半，9点半，就搁摕油饭，都搁摕烧酒鸡。真正，阮庄骹真正安尼哦，你无食伊会生气哦，要甲你较大我。无说啊，来烧酒鸡啦，讲
我即马身体无啥爽啊，不要紧，来，我甲你讲，你先食，食了以后，我搁这3粒互你食。赶去真呢，赶去真呢，你食啥？我嘛毋知啊。你若食遐济奇奇怪怪药哟，伊就甲我讲，我一开始敢若尿啊胃疼尔，伊就讲啥物啥物啥物，还搁啥物啥物啥物，讲哈，你若黑白食药啊，你爱相信你个医生所讲、专业所讲的嘛。你莫啊黑白食，我迄时吊大站，吊大站咧去，结果我看伊迄阿公过来啊，换这我说这昨暗时家庭礼拜无食了烧酒鸡啦，我都身体咧，你搁挂烧酒鸡来看我，有时咱信耶稣啊，真奇怪，你知道？敢拢家己做主，咱家己足敖安尼假敖，啊，大家拢互家己害死，你知无？拢假敖啊！到落尾的时阵，我讲啊，真正是信过耶稣真简单。照圣经的话语去行，然后你该困的时阵爱困，该起来祈祷的时候爱祈祷，该运动的时阵爱运动，该食的时阵爱食，该摘的时阵爱摘，真简单嘛。所以讲，迄时我就感觉讲啊，咱信耶稣有时咱拢是信啊毋对，敢若信了敢若奇奇怪怪信仰共款。免我靠耶稣靠一半，坐落搁徛起来，坐落搁徛起来，体落搁爬起来，体落搁爬起来。啥物款人海安尼？心内无平安的人海安尼，心内无平安的人海安尼。所以我相信早前的先知拢歹困，伊就讲哪会安尼？哪会安尼？总是伫新年的时阵，上帝互咱一个新的愿望。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上帝拢互咱有一个新的愿望，伊会当拯救咱，伊会让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互咱会当安心来倚靠伊。但是照我原本的家庭、原生家庭，我到即马我搁咧行责，搁咧负责，因为我爸爸。还未得救的时阵，真爱跋筊，真无简单，将伊真一个即个欠人的钱还了，佫落100万哦，迄拢毋是1、2万的代志，佫落100万哦，无偌久佫来一拖，佫较大摊，无偌久佫来一拖，佫较大摊，一世人一直咧帮伊还，一直咧帮伊还，还伫外口欠人的钱。我早前我就感讲，我即世人可能就是安尼啦，我就是来帮阮爸爸还钱安尼尔啦，欠伊的啦。落尾我认捌耶稣以后讲，毋是安尼啦，绝对毋是安尼。你的一生毋是为着要为别人来行孝，你的一生是为着听，领受上帝的听，来降薪。落尾我去牧会的时阵。我派去教会嘛是负责教会啊！主啊，我真无简单，甲阮爸爸的孝还了，我即摆搁来还这个教会的钱，较会安尼？你毋是讲我一生毋是安尼吗？哪会安尼发生这个代志？我就想无。落尾，上帝的旨意真奇妙。欠迄间教会欠即侪钱，你要帮人还钱的时阵，你是毋是心内拢毋甘愿？迄若家己欠家己开，你还不要紧嘛？阮帮人还钱呢，哪会遮衰咧帮人还钱啊？落尾上帝讲，上帝就讲，毋是安尼，你来看我安怎来行奇妙的代志。欠几落100万，欠遮侪钱，结果。上帝伫3个月半冬当中，甲钱拢还互了。伫1冬以后，佫有100万的存款。这敢毋是上帝所做的吗？伊伫上黑暗的当中，互咱看见希望。
做一个管会堂的即个业老，伊的查某囝破病真重的病，伊就紧去找耶稣，耶稣紧的哦，我一个查某囝12岁，真破病真严重，我知影你有医治的即款的因素，我听见你医治真侪人，我也看见你医治真侪人，紧的，即马甲我来，我的查某囝你要无去咯？结果耶稣好就甲伊去，行路到一半的时阵，煞抬出一个程咬金来啦，一个即个迄落12担的即个妇人人啊，血肉病，无代无志去揪耶稣的衫，耶稣应一句讲啊，有能力对我身躯出去，啥物人摸我？结果伊的学生讲，老师啊，遮济人吼，咧对你遮济人咧安尼客来客去，你是毋是感觉毋对？佮无啦，有一个人摸我，迄个人得到医治，迄个人带着即个信心来的，叫迄妇人人举手讲是我啦，真实的，因为我是互看做是无清气的妇人人，所以我伫人即济人当中偷偷啊伸手揪你的衫，无想到讲我病得到医治，哇！足济人咧分享，足济人咧欢喜，咧分享这个见证的时阵，突然间无好的消息来啊！有人走来找即个管会堂的，讲：管会堂的啊，安怎？卖妇啊，你搁徛伫咧遮？啊，什物卖妇？恁查某仔死去啊啦！噔噔，伊这个目屎迄落流袂出来，伊可能会去骂迄个妇人人讲，拢是你将这个时间延迟。若毋是你，我的查某囝就会得到医治啊！所以来报消息，遐个人就讲：好啊，莫阁告耶稣去啊啦，已经死去啊，无救啊啦！叫管会堂的人心内真艰苦，伊嘛毋知要讲啥物。耶稣讲：来，行，换你啊，咱来恁兜。伊心内可能想：啊，倒卖妇，啊，倒卖妇，啊，倒卖妇啊！但是无想到讲，耶稣去到因兜时，伊即个查某囡仔则国活起来。伫上黑暗的当中，上绝望的当中，上无可能得到医治的当中，耶稣互咱人生有五万。耶稣互咱人生有五万。我伫牧会这段时间当中，已经10几单过去，我常常看见。毋是靠我的双手会当有神迹发生，我常常看见有上帝的恩典充满伫教会当中。我常常看见人会病得到医治，我常常看见即个石头会当搁好。伫新年的时阵，愿上帝的五万甲喜乐充满伫咱的兄弟家庭当中。你若是有即个重担，交托互上帝。然后你着抬起即个上帝的话语、传福音的即款的使命，跟对耶稣、信靠耶稣，用祈祷来交托互耶稣，咱的性命会得到满满的稳定，地动会当互你愈来愈勇敢。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有即段时间做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愿上帝，你搁一届。你互阮的生命当中的重担，会当完全提走，互阮会当来学习，阮来背你的重担，来跟对你的脚步。信靠我靠你，阮的心会当得到平安。伫黑暗当中有五望，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回应是593首，会众请起立。
安尼，咱请技术来收奉献。感谢阿爸爸上帝，我们要带着感谢而乐欢喜胖胖的节来行行，来遵守你所吩咐，守主日来得到你祝福。
伫阮的工课家庭当中，阮嘛要得到智慧、平安、喜乐、永驻，互你的名要得到高举。祈祷奉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祝福差遣，不好意思。就得人请潘牧师。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信心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收赐满满恩典、平安、健康，充满伫恁，对打到因世代无尽。阿门。感谢主，第一场的礼拜咱甲遮杂志，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